出来及记第25章，为圣所奉献。上主甲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奉献礼物予我，所有甘心奉献的物，恁拢通收起来。下面是恁通对因收的礼物：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、柚麻、山羊毛、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、上顶的皮、金合欢木、点灯的油、制作汤抹的圣油甲芳香的香料、红玛瑙，以及要鑲伫以弗得甲兄弟的宝石。因着为我起一个圣的所在，互我通踮伫因中间。因着照我指示你的款式起造会幕，制作内面所有的器具。约柜着用金合欢木做一个柜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，悬66公分。你得用纯金包这个柜，内外拢得包，四边得鑲金线。你得做4个金环安伫伊的4支骹，这边2个，迄边2个。得用金合欢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的。得将杠藏伫约柜边的环里，用来扛柜。这个杠着不时藏伫柜的环里，毋通抽出来。得将我要赏赐你做见证的石板下伫柜的内面。得用纯金做约柜的挂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。得用金拍2个天使基路伯安伫挂的双头，一头一个。双头的基路伯得甲挂连做规地，2个基路伯着面相对约柜的挂，膝体悬压约柜的挂。得将挂安伫柜的顶面，佮将我所要赏赐你的石板下伫柜内。我要伫遐甲你相会，佮要伫约柜顶面的挂2个基路伯中间，对你讲，我要命令你传予以色列人所有的事。摆献祭的饼的桌，你着用金合欢木做一块桌，长88公分，宽44公分，悬66公分。得用纯金包这块桌，四围鑲金线。桌面4个边各做7.5公分宽的圈，圈的周围鑲金线。你得做4个金环，安伫桌仔4支骹的角头顶面。安环的所在着瓦棍环关，通撑杠来扛桌。着用金合欢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地，通用来扛桌。佮着用纯金做堆香料的盘甲撇仔，以及献奠酒祭要用的壶甲杯。桌顶着有献祭的饼摆伫我的面前。灯台，你得用纯金拍一个灯台。灯台的座、中条、杯、玉、花拢连做规座。灯台的双边着伸出6支枝，一边3支，每一支有3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玉有花。灯台的6支枝拢是安尼。灯台条有4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玉甲花。着伫3对3连的枝下面甲条相接的所在做玉。灯台的6支枝拢是安尼。遐个玉甲枝拢甲条连做一个，拢是用纯金拍的。着做7个灯纸点桌，互伊相对照光。佮着做灯盏甲灯盘，拢用纯金做。着用35公斤的纯金做灯台甲遮的所有的器具。
你得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，细字做遮的物件。